好，今次咧我又想同大家分享一啲我治療室嘅一啲點點滴滴啦，係一啲治療室裏面一啲個案嘅小故事嘅。咁今次嘅主角咧都係一個13、14歲嘅年青人啦。佢今個星期嚟治療室嘅時候咧，就帶住一啲唔開心同埋憤怒嘅情緒。咁個事件咧係關於學校一個老師同佢嘅一啲互動啊，發生一啲嘅摩擦，令到佢咧就覺得個老師對佢有所針對啊，佢有好多失望啊、憤怒啊，同埋覺得唔公平。咁咧事件嘅細節咧，我就唔分享啦。咁我喺呢度咧，其實係想講下，跟住我點樣去幫佢抒發呢一啲情緒咧。咁我用咗幾個方法嘅。第一個方法咧就係包括一個EMDR 嘅藝術方式，呢個係一個比較新嘅一個方式嚟嘅，係經過一啲腦神經學證實。我喺其他一啲嘅社交平台咧，曾經都有一啲小分享嘅。咁嗰個方法咧就係咧邀請受助人先咧就講出佢呢一個唔開心嘅情緒嘅事件，令到咧佢先接受咗人哋嘅聆聽啦，同埋覺得受到信任啦，令到呢個情緒咧發出嚟，然後諗翻晒最憤怒、最嬲嘅地方，帶住呢個情緒咧，然後咧就喺一個牆上面嘅一個白波紙上面，兩隻手同時間咁樣轉動畫線條，一路諗住呢件事，一路咁樣畫線條，就類似咧 EMDR 進行嗰一個用筆眼睛望住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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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右。咁呢一個形式咧係轉變咗另一個表達嘅方式，而係咧亦都有例證證實咧係幫到情緒自然消散嘅。咁今次呢個年青人又得唔得咧？咁咧短短幾分鐘內咧，佢咧反而開始笑喎。咁我就問佢啦，點解會笑啦？跟住我問佢仲有冇嬲啦？佢就話：我諗起咧，好似幻想可以報復咁樣咧，喺個腦裏邊諗起咧，我已經想笑啦。咁好啦，重點係佢只係一個幻想，佢冇真係傷害過任何人啦。咁咧就係咁樣咧，已經係宣泄咗呢一個情緒啦。好啦，第二個方法咧就係咧將呢一個互動令到佢好嬲嘅過程咧，我哋用一個 role play 嘅形式去呈現，就係咧邀請佢喺治療室裏面咧揀啲公仔做角色，然後咧將呢一個互動個過程呈現翻出嚟。咁做嘅過程裡面咧有啲玩樂元素啦，咁有開心啦，亦都有憤怒啦。咁佢亦都有透過個公仔做一啲發泄，可能佢會打嗰個公仔啦。重點亦都係佢冇真係傷害人同埋傷害自己，但係咧透過呢啲好似故事咁嘅形式，就可以咧將呢啲憤怒咧合適咁安全咁釋放咗出嚟。咁咧之後咧佢嘅情緒亦都係回復得好啲嘅。咁最後咧，我想佢離開呢個治療室之前咧，就能夠放鬆一啲啦，令到佢穩定啲啦個情緒。咁咧佢就咁啱見到個台面咧有杯咖啡喎。咁咧佢就問我點解咧治療室裏面咧會有咁多咖啡杯嘅？我有啲另外有啲冇用嘅咖啡紙杯放咗喺度。咁我就話俾佢聽其實咧我有時會用咖啡畫畫嘅喎。咁佢就覺得我好好奇。咁我就放住音樂俾佢用咖啡畫畫啦。佢聞住啲香味，又聽住啲音樂，好隨意畫咗一啲好簡單嘅圖形。咁咧佢就開始個人漸漸放鬆起嚟，佢仲話有啲眼瞓嘅感覺添。其實咧藝術真係好容易幫人抒發到情緒，而仲要係不經不覺咁好自然流露嘅。咁之後咧佢就好放鬆咁離開咗啦。咁呢個例子咧係想同大家講我治療室裏面可能有一啲唔同嘅元素，由唔同嘅方法幫到咧受助人咧係好安全咁釋放佢嘅情緒。治療室裏面咧唔一定每次都係有啲大事情或者哭哭啼啼嘅事件發生，但係咧受助人每個星期可能咧都會發生好多唔同嘅事件，影響佢嘅生活同埋情緒。我哋如果用一啲合適嘅方法幫佢減壓抒發，幫佢之後可以更加開心面對人生，面對每一個星期嘅新挑戰，其實都係好重要㗎。